法院明仔载要审总预算案，民众党团要抬调3000亿的预算，包括拨保护台电的1000亿。国民党团是要冻结国造唱水南的18亿。前日昨晚有跳火舞的表演者俩准备去泰国表演，结果是被拐去诈骗园区，失联要到3礼拜，今嘛得救回来台湾。国道1号路南伫咧高雄路的附近有大货车甲化合造车相撞，也有连结车撞到10台车，造成2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暗新闻，我是林雅尊。咱今仔日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宪法诉讼法修法的复议案，去互在野联手好决掉。即马行政院长杜英泰表示遗憾，嘛讲会搁再提起其他的救济天数。因为立法院明仔载搁要来审总预算案。民众党团是批评政府乌白加编预算，因拢总要抬调冻结3000亿的预算，包括着要拨保护台电的1000亿。国民党团是喊讲要抬调国部会宣传费用，而且搁要冻结国造唱水南的18亿预算。立法院的国民党团、民众党团真正是做伙通过宪法诉讼法的修法，行政院提出复议案，各互拿白联手好决，后一步要安怎行？行政院长杜英泰10时是表达强烈的遗憾，表示讲已经尽到宪政机关的责任，目前是持续收集各方的意见。那么我们也会在于宪法的规定底下，采取一样的态度来因应后续。总之，我们希望维持的是宪法5院体制的正常运作。行政院唔那是宪诉法救济方案，要较紧来验伤。另外一个课题还有调真久的114年度的总预算，调约15开始要密集来协商，要拼21休会进程完成3读。不过民众党团10时是指控政府预算大灌水，普遍预算，搁呛声讲要抬2061亿外，含冻结974亿7732万，抬提案加上冻结提案差不多3000亿，占总预算的10%。台上这就是要抬拨补台电1000亿的预算，另外拨补1000亿，过去3年已经拨了3次，丢了3000亿进去了，涨电价涨了5次，结果台电那个洞越补越大。根据统计，民众党团台含冻结提案有500案，国民党团是2500案，若被加起来差不多3000案。另外，在野有共识要抬各方预算，民进党团强调讲各方是无分析的。原则上是国防部要求的2亿，好，我们照列好。另外，国防部用不到的18亿，我们是暂时冻结，完全没有删除到浅见的预算。民众党自己也提出砍国防预算3%的提案，这就坐实了蓝白剑指国防预算，蓝白都是中共的在地协力者。另外，行政院就立营党团干部委员会调委来召开协调汇报，重点放在总预算。吴思瑶表示讲，行政立法沟通真顺。张启凯是认为讲，赖政府嘛应该含在野来沟通，促进调野的和谐。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民众党2月15要来补选党主席，今仔日开始登记参选。代理主席黄国昌大声就宣布要来参选，强调会延续郭文哲的精神。因为民众党的前立委蔡壁如撕掉台中市府的顾问，外界认为就是为着要来参选党主席的补选。不过蔡壁如是讲，伊无一定爱选，若是甲黄国昌讲好，就会全力来支持。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哲涉嫌花声案羁押禁见，进前请示党主席，目前是党内立委黄国昌来接任代理主席。民众党10时开始开放登记报名，2月15网络投票。外界关心黄国昌、民众党前立委蔡壁如的动向。黄国昌早起是第一面册发文，宣布投入台湾民众党党主席的补选。柯文哲主席他用他个人的身体、个人的意志，在对抗着这个新威权体制、国家机器的追杀。这个党每一个人都没有退缩的空间。宣布要参加党主席的补选了后，黄国昌的第一站就来到台北市议会，拜会议长戴锡钦。对蔡壁如话话讲要沟通，黄国昌跟他讲会全力争取每一个党员的支持。纯粹是时间上面的巧合啦，是之前就已经排好的行程。我相信争取每一位党员同志的支持，那是我接下来成为正式的候选人之后，那我责无旁贷的任务。
前立委蔡碧如请示台中市政府有薪水的顾问资料后，外界解释讲伊是想要来参加主席的补选，不过蔡碧如澄清讲伊无一定爱选，若是和吴国昌沟通好啊，就会全力甲支持。不过即马嘛传出讲党内高层已经有共识要全力支持吴国昌。中央党部作为办理选务的单位，也已经成立选举委员会。那在林富兰主任监察员的带领之下，会把选务办到最好。还早了，距离截止还有好多天呢。我们有联系的管道了。我之前一直讲过，党内如果有人要勇于来承担的话，那我想我就会全力的来支持。针对外界关心北市考和虚构市场的争议，敢会希望讲南北充分沟通。吴国昌表示讲，台湾是法治国家，该安怎做就安怎做。伊讲政党互相之间，莫有伤济政治斗争还是攻击。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3天，咱外交部是已经陆续协助防拐去东南亚的1500多位国民返来台湾。前日昨晚，阁传出一个跳火舞的表演者，抓准是要去泰国表演，结果是防拐去缅甸的诈骗园区，毋但防扣起来，阁拍甲规身躯全伤，失联要甲3礼拜。即马总算是得救返来到台湾。面相看出来真忝，暗过火舞表演者小鬼心肝头感觉真幸运，会当来到台湾。当初伫面册社团找到去泰国表演的工作，煞意外落入诈骗的陷阱。经过2届换车佮过户，到尾互人带去缅甸做诈骗。把上衣全部脱掉，然后靠手靠在那个大广场上面，然后让太阳普晒。这期间都有可能会受到殴打、踢之类的都有可能。小鬼身躯真侪伤痕，讲到这场意外恐怖情景，一直伫脑中无法度袂记哩。拄到位，就去互人扣掉的一直拍，一举一动拢有人监控。小鬼要向外求救，佮互人私刑对待，失联将近3礼拜，就是会当平安返来，嘛互伊的亲人总算安心。我们这边的那联络官联络那个 NGO 他们真的蛮给力的，这种联系拉紧了。这机会就大了。我当下那个时候只有我一个人被放出来，不是每一个老板都会愿意放。会当互人救出来，除了有各个官方介入，嘛靠民间救援组织出来协助。不过，这种海外诈骗为高薪长期人才借贷诈骗，即嘛阁有长期表演手法一直变化。敢若最近3年，咱外交部协助国人为东南亚脱困的，都有1533人。实际的求助数据，我们认为一定是有存在落差。这最主要还是因为像部分的受害者，他们可能基于恐惧，或者是说他们回台之后羞耻，不敢去报警，然后或者是说甚至他们本身就不信任救援的这个动作。那骗人的步数都变化，诈骗园区的据点嘛一直换。本来大部分伫柬埔寨已经改去缅甸寮国这块里，泰国是变做中站，上准2段关键方便移动，也加开互被害人相信。泰国会说这些事情发生在缅甸，你找我干嘛？怕缅甸军政府会说我管不了克伦邦啊，所以说他为什么愿意做？因为新闻闹大就愿意做啊。互人骗的案件不时有听到，不过泰国缅甸官方展开救援的行动先后顺序，有多一寡考虑甲选择的。民间救援单位是讲，背后原因真复杂，牵涉到利益关系。不过一段救援的标准就是，无论一直报，只好爱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警方最近有抓到两环高级的诈骗集团，是由中国那边的人负责来打电话，假作是检警也是亲戚朋友来骗人，而且为着要避免境外电话号码引起人怀疑是经过台湾的机房来转接，假作台湾的号码。这半年来，逐个月卡5万外通，恐惊受上百人受害，损失超过5000万。我小孩子结婚都已经6、7年了，还没买。不是被诈骗集团吧？不会吧？听见的老母接到后生打电话来，讲买厝的头期款无够，所以就提出老本金元100万。不过电话另外一边其实是诈欺集团假的。这款的要看卖我是虾米人的诈骗，即马刑事局又搁查到真侪条，背后拢是由中国人士主导的。国际电话如果从国外进线之后，会显示一个警示语音。那目前诈骗集团为了规避这个警示语音，所以改采以 DNT 方式向民众来诈骗。就惊境外号码引起国人的戒心，对方违法的集团找到国内人士处理电话转接，靠一台数位行动转接设备，协助甲国际号码转换做国内的行动门号，让中国的成员会当记做检警、亲友对台湾人下手。已经骗至少半年，每个月通话量有5万外通才济。
警方初步清查，超过100人受害，损失是伫5000万以上。诈骗集团怕说我们找到，那就开始想要说，那我是不是可以放在车上？那车上就是发话地点会不固定，等于说一天他换好几个发话地点，甚至他一直在移动。警方查到不法的据点，对新北市、新竹市、台中市、高雄市等等的所在拢有，已经伫全台湾4个骗。这回大规模掠到诈骗，伫台湾是掠到11人，不过犯罪源头也未互清掉。即马过年又搁要到，民众也是较注意的。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定定有中国的企业非法来污糟咱台湾的高科技人才，甚至是偷学咱的技术。新竹、台北、新北甲桃园的检方就共同调查，甲3间非法的中资企业起诉，也是原起诉。或者警示讲，咱的技术风头恶去，应该爱当作国安事件来看待，也呼吁企业要爱加强自我防护，建议政府嘛爱加重处罚。新竹科学园区是台湾高科技产业重要生命线，甚至是全球半导体 IC 设计甲光电产业的核心关键。新竹检方再出动，查到3间无经过同意非法伫台湾办理业务的中资企业。本处检察官业已侦查终结，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4条之1及第93条之2等规定，对相关被告提起公诉或予缓诉处分。其中连3年是中国电子企业竞争力百强的中国北方华创，去年调查局侦办的时候，因拢无承认。检方调查，北方华创伫2016已经伫台湾违法买卖甲维修半导体设备。为着多心调查由姓黄的台湾查甫人2019年买台湾另外一间公司暗号，请26个工程师由中资公司付钱，另外一间北京嘉南公司找4吨的台湾人伫2017设立在台的据点，给台资来盗险审查，甲晶片研究数据甲技术成果公布北京公司。第3间合肥联瑞美公司嘛共阮招人做晶片研究设计测试。学者警告讲，中国是直直想要偷摕咱半导体先进制程甲光电的产业技术。中国最早是事实上是希望借着像紫光这样的集团甚至发下豪语说要把台积电买下来，所以可以大概知道说，中国对于台湾的这个先进技术，特别是半导体的先进技术觊觎的程度是非常非常深厚的。如果我们把这种窃取机密的行为用经济的角度来衡量的话，恐怕它对国家的伤害，事实上不小于这个内乱罪跟外患罪。我们可能要想的是更多有效的这个防治措施譬如说甚至取消这些犯罪人的国籍等等。国内高科技的从业人员应提高警觉，慎选合作对象，并加强内部的风险管理，防范入资企业的不法渗透行为。学者讲，台湾高科技技术若是向偷摕外流，应该当作国安事件，呼吁企业爱自我建立防护的心态，避免去利益诱拐。嘛认为政府应该提高处分。检方嘛鼓励从业人员爱检举可疑的行为，共同来防止非法中资的业务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失联移工人数直直创新高，甚至是有移工伫咧机场排队出境进前变装落跑。立委着质疑，政府长期管理移工失联。因为台湾国际劳工协会是认为讲，若想要彻底来解决移工落跑的问题，应该是爱对这无好的中人制度，也有袂当自由换头家的规定，先来改善。梁哥。对画面内咱看到2个移工是无险爬建筑物外壁到别栋的厝顶，互人看一个拢替因紧张。新北市路913查到一个失联移工案，警察看到开始要甲因抓，成功逮捕2个超过期限搁停留含失联的移工。好像还有一个成功于另栋建筑顶楼查获2名逾期停留及失联移工，全案依入出国及移民法解送至移民署专勤队收容。这是国内失联移工的人数是一直创新高，国民党立委王玉敏是标出一大趟机场监视器的画面，有一个移工伫坐飞机离境进前，排队在等机场的安检，但是煞忽然间开始脱衫变装，趁人无注意的时阵走回去离开安检的队伍，搁离开通机场，了后就失联。在移工失联的地点里面，光是机场的这个部分也是创4年来的新高，它从109年57位到113年。去年有87位持续的配合内政部移民署，包括查处非法的雇用行为以及非法的媒介行为，另外也推动各项的改善措施，包括畅通移工的申诉管道，还有入国的这个宣导，来宣导相关的失联责任。
立委嘛讲，咱国失联移工的人数对109年初48000多人到113年底，已经增加到9万人这么多。这个政府伫移工的管理登记失联，台湾国际劳工协会是点出讲，想要对根本来改善劳役移工的问题，应该对政策面来做。绑住移工、勒住移工脖子的这个，其实是这个私人中介系统，加上长期以来台湾的政府没有提供实质媒合的这种功能，所以逃逸的选择就变成是一个选择。吴正如讲，对协会统计数据来看，政策敢对移工的劳动条件有利，是对倒个移工有正大的影响。譬如讲，废除3年出国1工了后，失联移工的占比就降啊。疫情的时阵禁止跨转，失联移工的占比就起哩。失联移工的根本问题，包括无好的中人制度，袂当自由换雇主这因素，拢是造成外籍移工逃逸的状况愈来愈恶化的推力。记者综合报道。今仔透早5点外，国道1号路南伫咧高雄路的附近是连续发生2件车祸。头先是大货车甲化学组车相撞，造成氢氧化钠漏泄，加载受随来处理无污染到周围的环境。另外是有连接车的驾驶无注意，结果总共是弄到头前10台车，造成2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透早5点半，天也未光，国道顶面物件散甲规死过，大只车、小只车客运拢动落来，因为有载车相煞弄做伙。后壁天地啊尔，后壁煞咚啊声来，救来，乒乓球啊就来啊，静止状态呢？结果无偌久，5秒几秒尔，砰，你甲挤落来啊！轮椅中线和外线头一只车的驾驶讲，迄阵家己的车已经停好势，煞互后壁的车弄起来，总共11只车弄做伙。经过初步研判是驶伫上后壁的连接车驾驶无注意头前的状况，弄到头前总共10只车，造成2死3伤，造成中线车道小货车之驾驶及乘客2人死亡及其他3人受伤，有一个呢是头部创伤，也比较严重一点。我们已经经过精密的检查跟头部的这个 CT 检查受至这个入院。事故的车内底有一只是货运客运的车，顶面有6个人客。前面有油罐车翻覆，然后后面有塞车，车流停住，然后我们车被后面追撞，车上的乘客没有问题，影响而已，没有受伤。客运公司表示讲，司机和人客拢平安，人客伫第一时间就安排转车离开。初步怀疑事故的原因和进行这件事件有关系。事故进行半点钟，载氢氧化钠的造货车伫国道1号路南339公里的所在，弄到大货车，2个驾驶轻伤。不过造货车并且造成氢氧化钠漏泄。市府甲环境部拢有派人来现场处理。市府讲，氢氧化钠并无大量的漏泄，是以地漏的方式走出来，已经铺棉仔片来处理。嘛因为路边有沟仔，并无漏泄去外围的农地，检测了后并无影响到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有一位姓陈的警员违法伫咧资料系统乌白写理由敲催收集民众的个资，去互检警移送法办。即卖一审是依照规则文书罪，改判2档的有期徒刑，搁爱罚30万。台中市警局交通大队一个姓陈的警员，假讲是公务，利用警职小号密码登入警政署警政知识联网，查询133笔民众的个资，互警政署移送法办。台中地方法院一审依照规则文书罪判2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应该向公库支付30万。应该是不行吧？公器私用，应该是要有警察也要有关卡，然后关卡过了的话才可以这样子查这么多笔。有些警察会特别刁钻一些。就在某些不必要的地方特别刁钻，该抓的地方没有抓，就是会让人觉得警察不太尽忠职守。检警调查，姓陈的警员利用公务电脑 M-Police 电脑连接进入警政车籍资讯系统，线顶后疫情资料查询系统，加线顶整合查询个人基本资料，再个输入无实在查询理由，违法收集个资。前交通分队陈姓警员在111年期间有非因公查询多笔民众个资，涉嫌伪造文书及违反个资法。
本分局自检自清，发现后依照业务系统呈报警政署，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来侦办。检警表示，姓陈的警员明记知影，毋是公务袂使查询民众的车籍、个人和疫情也甲刑案这资料，按过也是违法查询。代志发生了后，已经调离开本来任职的第5交通分队。台中警方表示，后续要搁追究相关人员可干无周到的责任，维护警纪。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安泰白年去年10月是火烧造成9个人死亡，事后警察发现到病院要到一半拢总是违建。今仔日县府着大声来拆火灾史上上界严重，也阁有起火点的建筑物。上班伫咧2个月内就拆了。院方是讲会配合县府，嘛有家己发包来拆违建。因也强调，这工程是袂去影响到病院运作。一大堆警力戒备，加上大型机具的进驻，要来拆屏东东港安泰病院的违建。第一个目标就是疑似造成9死的火警的导火点动力中心。本来早起8点要拆，结果一直到10点才开始。因为这个我们必须要有现场的这个安全的检查，人都要先进去，确定里面都是安全无虞，我们才可以动作。去年10月初3，3度2风台侵袭台湾，安泰病院发生火灾，900个人红疏散，嘛造成9个人死亡。这场火嘛烧出安泰病院违建的问题。县府发现讲，全院有要一半拢是违建，亲像红烟破是导火点的动力中心，经过勘验测量，违建率是超过3300%。史上上严重的地动，违建率是42.3%。地动和动力中心的违建面积加起来有6000平方公尺，这么多，比作第一个拆除的目标。上近2个月拆了，该怎么拆除，我们都全力配合。这个我们就是在申请农地利奖励跟农地利，我们会移转，然后我们现在买地来并在一起，这我们也会尽全力来做。虽然讲安泰病院提行政诉讼申请停拆，但是互法院驳回。早起安泰病院嘛回应讲会全力配合县府，病院嘛委外来拆除其他的区域，强调这规种大多数拢是用伫行政办公和研究保守病人，伫拆除期间病院运作未受影响。屏东县卫生局讲，安泰病院是县内中毒急救责任病院，目前全县医疗量能正常运作，后壁若有断医问题，会请病院和病人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美国南加州火烧波正严重，目前烧掉的面积是已经超过160平方公里，比规个旧金山搁较大。而且这今嘛是搁开始透强风，火势恐惊是会搁扩大。隔壁的密西哥有派消防队来斗拍火，也搁有民众发心来斗救灾区的动物。洛杉矶市区地下的市场重大野火已经烧毁超过160平方公里的面积。目前太平洋断崖地区的火势敢若控制14%，伊顿大火敢若控制1/3。歹消息是13较晚的时阵，佫开始有强风。美国国家气象局是发布特别危险状况 PDS， 这是真罕咧看的。预测上悬阵风的时速会当到105公里，14透早4点会到上危险的程度。消防队员13部署佫较侪水车，投入8500个消防员，要较来加强封闭。Severe fire weather conditions will continue through Wednesday. The anticipated winds combined with low humidities, we're absolutely better prepared for this coming PDS, the severe fire weather event. 另外，对火灾的起因，伊顿大火灾区的居民，伫火灾一开始的时阵，威胁到苏电塔附近导火的影像，怀疑可能都是肇事的凶手。当局已经对这开始调查。另外，太平洋断崖捌伫1月初1日透早发生细条火灾，疑似是有人放新年烟火造成的。虽然讲真紧就拍花，但是地点和车漆的火警真小啊。无排除是村的热能因为透风一直烤，结果搁一摆导火，才会造成这个火灾。With 100-mile-an-hour winds, 80-mile-an-hour winds like you saw on that day, all it takes is one small spark in a dry landscape with very low humidity. It could be just one surviving ember. 加州南边的隔壁国密西哥已经派出一支72个人的特别团队，要去灾区来协助。这个小组是军事专家组成的，包括医生、工程师和搜救人员，13进驻火场，和对7个州内和加拿大内的消防员做伙拍拼控制火势。目前火警已经造成至少24个人死亡，就万栋厝风烧甲密密麻麻，必须10万多人撤离。先行人士杰夫莫瑞尔是驶家己的拖拉机拖车，伫潘托加山谷的灾区救马猪仔游道顶超过300只无所在通气的动物。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
美国总统拜登13表示，讲在加沙地区的停火协议特别实现，会确保以色列的人质，也有巴勒斯坦人会当回去因的家园。安算第一阶段是会先停火42天，互相放出33个人。不过，嘛有真一个家属烦恼讲，若是以色列撤军，哈马斯就永远都袂甲村的人质放出来。美国总统拜登13伫国务院发表外交政策谈话时表示，加沙停火协议经过1年以来陆续的谈判了后，特别实现。国安顾问苏利文也表示，这礼拜可能达成停火协议。Palestinian people deserve peace and the right to determine their own future. Israel deserves peace and real security. And the hostages and their families deserve to be reunited. We are close to a deal, and it can get done this week. I'm not making a promise or a prediction, but it is there for the taking, and we are going to work to make it happe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以色列官员的讲法指出，哈马斯按算会伫第一阶段放出33个人质。以色列认为大多数还阁活咧，不过其中一寡人可能已经过身啊。官员阁讲到，双方伫42天的停火期会互相放人质，阁有巴勒斯坦的犯人，并且伫加沙走廊设一个缓冲区。The first phase would last roughly 6 weeks, and during that time, Hamas would release some of the 100 hostages it's holding in Gaza. In return, Israel would pull back troops from Palestinian population centers, allow displaced Palestinian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s, and also work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o surge badly needed humanitarian aid into the territory. 手举蜡烛甲亲人的相片，画口号伫迪拉维夫的街头示威。有真一个家属对停火协议表达烦恼，因为因认为，若是以色列撤军，哈马斯是永远袂甲村的人质放回来。因阁指出，甲因为太以色列人互关伫加甲的巴勒斯坦犯人放出来，敢若会互即款的绑票甲暴力的事件愈来愈多。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总统赖清德今日接见立陶宛的前外交部长兰博基斯来颁发勋章，感谢伊对两国关系的贡献。进前伫咧新冠疫情当严重的时阵，立陶宛就有关注疫苗来互台湾，兰博基斯就是这幕后的功臣之一。赖清德嘛讲，台湾甲立陶宛愈团结，做伙守护民主自由，对抗威权。立陶宛前外交部长兰博基斯受到邀请来台湾访问。早起带因牵手较后生，做伙甲总统赖清德见面，而且总统颁发特种大寿警察勋章予伊。外头看新冠疫情当严重的时阵，立陶宛把关疫苗予台湾，协助台湾防疫。幕后上大的功臣之一，就是兰博基斯。迄当阵伊捌讲，爱自由的人民应该爱互相照顾。And I have a belief that this is the connector. This is the main connector between Lithuania and Taiwan. A feeling of freedom and support to each other. 立陶宛是第一个捐赠疫苗给台湾的欧洲国家，我相信许多台湾人民对这句话都印象深刻，也非常感动。这份恩情，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届兰博基斯摕到的警察勋章，分做第1等至第9等，会颁发予对国家贡献真大的台湾人或者是外籍人士，包括苏当时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孙晓雅、美国前国务卿庞佩奥、日本外务省大臣官房长水秀夫等人。拢捌摕到警察勋章。兰博基斯表示，会支持台湾捍卫自由。For your freedom and ours, that means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fight for our freedom, and we will help you fight for yours. 赖清德表示，台湾甲立陶宛之间毋但互相设代表处，嘛正做欧洲头一个以台湾的名义设立的代表机构。双边伫半导体、镭射、金融甲医疗等等的领域，拢有真侪合作的成果。现此时威权主义扩大，为民主国家带来威胁甲挑战。台湾甲立陶宛等等的民主国家，都要更加团结，共同守护民主自由。公司新闻台北报道。今年过年隆重休9日，观光署统计国内平均的订房率是甲旧年同款4成多。交通部长陈世凯就表示讲，咱这国内旅游是爱搁较拍拼的，而且旧年外国游客干那786万人，今年的目标是要吸引到1000万位游客来到台湾。咱嘛有向中国来表示善意，不过也未收到回应。
交通部新春记者会打造观光特色是施政的重点之一，只是今年春节假期拢总9天，平均订房率目前是41.28%。观光署表示，甲去年平均4成差不多，分析原因，今年整体假期较长，分散大数需求，订房高峰伫初1至初3。交通部长陈世凯讲，假期长国家汇率因素，出国民众有较侪。你们会出国玩，其实觉得台币变得蛮大的，也就是说汇率上我们不管到日本去玩或到韩国去玩，感觉都很划算汇率上是有这样子的差距。那我们去年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其实国旅也确实压力蛮大。不少民众感觉国内大暝伤贵是影响旅游意愿的原因。像讲正月初2中部5000间饭店，一暝爱9000外台票。陈世凯表示，观光署拢有甲业者座谈过，了解业者伫大月甲小月差别。不过房间价是市场机制，来台观光客去年敢若786万人次，交通部嘛定出目标，2025年会以1000万人次做目标。外界关心两岸观光开放的进度，咱拢有释出善意。透过我们观光小两会，也就是台旅会跟海旅会，不过截至目前为止，没有更进一步的讯息。对于观光，其实台湾的善意已经相当的多了，那个橄榄枝已经非常非常大枝了，那希望对岸能够看得到。对于国内市场排斥，来台观光客嘛也未比疫情前较济。观光学者认为，关键是旅游市场的品质，也加是不是有新的行程甲景点。这个品质包括的是食宿游构型各个面向，不会单纯只是住宿费用高这个问题，包括产品流程是不是有创新，让消费者能够感受到他要的那个 CP 值。学者讲，国内旅游都是观光市场的基础，若是连各地人都无爱佚佗，恐惊嘛无法度互外国人来耍。疫情了后，旅游趋势转向体验甲深度，观光署嘛会当跨部会、甲经济部的相关以及各地地方政府合作，规划出更较好耍的行程。记者综合报道。2024年世界12强棒球赛，咱台湾摕到冠军，引起轰动。悠游卡公司今嘛有推出纪念卡，伫咧5天就卖出超过26万张，创下新冠纪录。而且在750万的所得，悠游卡公司要全部捐予原住民棒球协会、中华职棒也有棒球协会，就是要来推动原乡的棒球发展。队长陈吉贤带2024世界12强棒球赛所有选手，面对镜头展现霸气的姿势。这场世界12强集训时阵的宣传上，配世界冠军加赵一驰二样，是5港三大通路已售销26万外张的冠军纪念悠游卡。很开心因为要自己一个人像出现在上面是不可能的，所以感谢中华队让我有机会可以在上面对，那其实也蛮有收藏的意义啊。发现量破纪录，因为28个国手有14个原住民选手，悠卡公司加750多万的销售所得，全部捐予中职原住民棒协加中华棒协，指定投入原乡的棒球运动推广。支援到偏乡的时候，可以让小球员们有新的球具可以用，然后在球场上有更好的表现。12强互棒球变正热，所来主要是经典赛、资格赛。中职已经表示，比赛前1礼拜会安排2场卖票的交流赛，目前确定要伫拜六举办。经典赛、资格赛的主办单位，他们已经在赛前的那个礼拜6、礼拜天都被他们包走了。蔡其昌表示，就是下晡召开选训会议，35个名单确定伫国外的选手会比12强其中2人加真侪，听候2年后开训，就会正式来公告。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一个饱餐厅响爆出，那像是食物中毒的案件。疾管署今仔日公布73个人的检验结果，当中有9个人拢验到诺罗病毒。到底是实在，也是有人带病毒，也搁要等待检验来厘清。疾管署也表示讲，顶礼拜有要甲17万人因为走北就医，这是5天来降低的新冠记录。所以提醒民众要接用湿文来洗手，注意卫生。有名食个饱的餐厅响信义美丰店疑似食物中毒的案件，餐厅12复业。卫福部疾管署14公布初步检验的结果，当中采检73个人，其中有9个人验出诺罗病毒的感染，其他的检体搁在检验，到底是实在还是人员造成传染？搁会等其他的环境检体和检验出来，才比对才会当厘清。
大概是有9例呢，有检验出诺罗的一个阳性的一个个案。那其他的一个检体呢，我们仍然持续在做检验当中。疾管署讲做流行病学的调查，发放问卷的时阵，发现讲1月初5到初7之间，当中有77个民众到乡食自助餐了后，是感觉身体无爽快，其中以吐、落巴肚和想要吐这镜头占6成到7成，发烧有2成，巴肚胀无爽快嘛有1成4。对造成人客身体无爽快，享病集团嘛发声明讲，拢会互因慰问金，也是补偿顶夜的餐费，嘛会补偿医疗费用。后壁继续等调查结果出来，但是需要赔偿，会启动相关保险的理赔机制和定数，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消保官已经要求饗宾公司要依照所提的方案确实办理，逐一关怀客户，重视客户的需求，逐一解决客户的争议。疾管署提醒讲，顶礼拜国内落巴肚门急诊就诊，加起来是有16万9000多人次，是最近5年同期上悬的，而且最近是一直起嚟的趋势。最近4个礼拜拢总是接到194件落巴肚群聚通报案件，嘛是最近5年同期上悬的。发生的场所是以餐饮旅宿业上济，病原体检验阳性的案件有92件，以验出诺罗病毒上济。提醒民众旧历过年都要到啊，出去佚佗食饭的时阵，爱是便扫起了，食饭之前用杀菌洗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咧新竹有一阵总铺师，当年过年拢会传好料的，免费提供予弱势团体来食一粒青草。不过，即马物价悬，民众的手头嘛无遐灵，爱心的关注是愈来愈少。前年办80外岛，去年是变50岛，到今年就敢若有法度办20外岛。好吃。总铺师甲煮好的鸡汤放在桌顶，大家连伊提碗茶来啉，会当伫寒天啉一喙烧汤，感觉特别温暖。不过受原料起办到成本增加的关系，即马每一项菜拢变贵。现在国际物价上涨，以及目前前阵子青菜都飙涨的情况下，目前我们物价上涨都2到3成。虽然物价上涨，但是我们也是尽全力的来促成这场活动。新竹有一阵总铺师，过年前拢会传好食的料理，予弱势团体来食便宜的马鸡。不过受大环境影响，对外的募款是愈来愈困难。总铺师讲，2年前阁无80岛，到去年变50岛，今年只剩20外岛。去年有办50岛，今年办20几岛。因为咧款的时阵哦，今年真正大家哦，因为物件拢起啊，薪水无起，荷包拢会较暗啦。所以今年咧募款的时阵哦，拄着较侪困难，但是阮嘛是足拍拼，尽量把这20几岛、25岛的经费拢全部拢募款到啊。特别在这2年物价波动的速度太快了，其实包含我们社福组织的募款也都有受到一些影响。换句话说，我们这几年新增加的太多的一个需求，其实也一直都没有办法到位。社福团体指出，这2年物件直起，在募款方面有愈来愈少的状况。加上今年较早过年的关系，对因来讲压力更较大。因希望社会大众会当发挥爱心，斗3工，互弱势家庭也会当好过年。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过年期间，真侪病院诊所可能拢无咧看诊。健保署伫咧14日公布，有慢性病药单的患者，对明仔载开始就会当提早去领药啊。佮再加上最近这流感的个案是直直增加，医生就呼吁讲，有慢性病的患者，平常时就要控制稳定病情，嘛得预防去胃着流感引发重症。过年要到啊，年假的时阵，病院诊所侪拢无看诊，不过慢性病患者也是爱照常食药啊控制。1月14，健保署就宣布，有慢性病连续处方签的民众，会使伫过年前10天，自1月15开始，就通提早去领过年时要食的药啊。有医师嘛呼吁慢性病患者，平常时就要注意控制病情。比如说你有肾脏病的，那甚至有的有糖尿病的，做好慢性病的一个照顾呢，它都可以来有效。可以来减少呢，那流感感染之后呢，那就是说并发这些我们担心的这些重症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风险。
另外，根据卫福部疾管署的资料显示，流感对去年10月到今年1月13已经累积461个流感重症个案，对今年初1到13有注流感疫苗的民众大约32.5万人，是去年同期的3.8倍。有医师预告，伫过年前会是流感高峰期。因为接下来大概就是快要过春节哈，然后会有很多人到附近的国家去旅游，然后流行性感冒其实不是只有在台湾哈，在日本其实跟韩国也都非常的严重哈。除了施打疫苗，然后另外也必须要做到就是勤洗手啦，戴个口罩，然后避免去人多的地方。那流感当咧流行，最近民众也拢真烦恼防卫着麻疹，医师也特别强调，只要是1981年进前出世的民众，若是有得过麻疹，体内拢有抗体。1981年之后出世的人，会当检查体内是毋是有抗体，才决定敢要注麻疹的疫苗。上重要的是加强个人甲环境的卫生，减少去人侪所在，随时观察家己的身体状况。记者中嘉义谢桂玲台北报道。台南北门因为受到去年风台雨的影响，这红葱头的产量是减少，收无到去年的6成。虽然即马产地价销是有起5块至10块，不过农民讲扣掉工资，抑个其他的支出根本就袂好。因来农会是表示讲，可能是要等到2月、3月产量才会恢复正常。去年10月前的早仓，即阵差不多3个月尾啊，准备要收成。不过台南北门这的农民却怨叹，今年产量比去年减真多，主要因为受到去年风台雨水影响，造成这红葱头长变较弱，嘛较袂发，甚至有的嘛连去。人因当头食了，见咱连续做大粒安尼，因为产量较歹。当风台哦，出一个吼，葱仔尾拢讲有害去啦，损害去。啊，所以吼，即摆讲发作有较无迄个，今年你看这拢啊一丛一支尔，啊这个无重，一份得加无500-600斤，啊你计销好较有路用，计销好就产量走袂出来啊。农民讲，即摆伊一份地采收加无到1000斤，加付工资等费用，成本根本算袂好。台南红葱头种的面积占全台9成，其中北门区的面积就130公顷。农会表示，早通采收，去年一份地通收到1800斤，今年平均降到1300斤。那产地计销有甲起，1斤起5至10块。真侪业者游玩照相买，因为红葱头会当欠芳，增加料理的香气。有涨，现在大概150，一台斤150，之前大概都落在60-70到80那边。红葱头的价销会阁遐尼啊好的原因，就是因为去年咱的雨水较多，导致咱的早仓种的量会较少。佮加上今年农历年前也提早啦。除了做年菜需求，还有一寡餐厅烦恼春节市场无开市，会先甲红葱头囤起来。北门农会讲，早仓本正产量就较少，若要恢复产量，上紧爱等到2月至3月。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高雄轻铁一直予旅客嫌讲，这车帮等上久，也是车速上慢等等。去年捌试办列车加速，不过为了安全，也是暂停实施。要改做针对人较侪车头甲时间点，加派车帮来载旅客。因嘛要继续来争取补助，加买14组车，整体来增加车帮。高雄轻铁路线伫咧去年已经正做一个圆，不过轻铁速度一直无法度提升，包括坐车时一连38站需要90分钟，离峰时段15分钟才有一班车，民众等车时间上久，嘛是轻铁即摆上需要改进的欠点。阿姨，你敢有定坐咱这轻铁？我感觉带孙仔来坐一遍，坐一遍啦。小朋友，伊坐安尼一连有无？时间敢会足久？1个钟头10分钟吧。它有时候就是班距会很不一定，因为有时候4-5分钟就会来一班，可是有时候又会等到30分钟。高雄轻铁伫咧去年有试验要用提升车速的方式来改善，结果因为沿路路口伤济，伫咧安全的考虑之下暂停这项做法。即摆是改用拍点车甲区间车的方式，针对人较侪车头也是时间点，加派车去接送。打点车是指空车从机场出发，到特定人多的车站载客，目的在瞬间消化特定车站的人潮。区间车是指在2个指定车站之间来回往返站站停靠，目的在缩短班距，皆可快速疏运人潮。树德放学的时候，然后这里就会非常多人，然后可能
有加派班次，可是效果不怎么好。蔡文局讲，目前轻铁有24组列车在开，扣除减收甲备用的车组，离峰时段有18组，尖峰时段会出动20组。不过要彻底解决班期伤长，也是需要增加车厢。因当咧争取中央补助，准备要购买14组车，对源头来解决车帮的困扰。记者柯家珠、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为着要传承传统戏曲，伫咧中华有幼儿园对去年开始教囡仔学北管。今年的新歌发表会，佮特别设计囡仔歌结合北管的音乐戏出，活泼趣味的表演，互大开观众看甲笑嗨嗨。五仙是给，五仙是给，九仙是给，八仙清凉。3位古水的囡仔兄办3仙开场，边仔佫有北管咧伴奏，说落来好戏开始，囡仔人搬出趣味佫活泼的即个戏带舞，让甲大开的观众笑开开。彰化市滨河幼儿园用音乐戏出的表演，展现这一年来学北管的成果。我真系是足感动的，有看到这个囡仔竟然大班尔，这个会使表演甲这自然，这么好。我们家小孩回去都会叫说，带我们来南北馆看一下，然后顺带的我嘛熟悉就这原来南北馆这有这物件嘛就趣味的。彰化市的滨河幼儿园2年前开始和彰化南北馆音乐戏曲馆合作，互囡仔人学北管。今年的新歌发表会，甲北管结合西北河、花金歌这囡仔歌，用音乐剧的方式演出。除了在办生以外，咱这回阁有甲小朋友用这个北管的乐器，包括这鼓类的阁有铜器类的，因拢学了真欢喜。成果发表会里面的歌曲，就是拢用咱台语的囡仔歌，让小朋友自细汉就开始学咱的母语。那北管的应用，囡仔嘛就喜欢呢。幼儿园表示，彰化是台湾南北管发展的重要基地之一。老师设计用绘本、囡仔歌结合北管的表演，要让囡仔人自细汉接触传统艺术，认捌台湾的戏曲文化。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嘉义在地布袋戏表演团队三麦堂甲嘉义基督教病院合作，邀请到17个乡镇因有咧做基家教会的老大人做伙提早来围炉，而且佫有为因设计表演，也佫有人红的体验，希望互老大人会当感受到过年热烈的气氛，也想起早前看布袋戏的快乐。提布袋戏红仔来人，老大人欢喜的心情为民众看得出来。嘉义基督教病院伫去年过年进前，安排因居家服务长辈做伙围炉，佮邀请布袋戏表演团队三麦堂来表演甲展览，互长辈佮再次回忆看布袋戏的心情。真欢喜在遮大家来斗阵真热闹，真好。在怀旧的治疗，这些大脑的活化包含他们操作布偶这些手的灵活度，我觉得对长辈都是一个很好，可以让他们开心。然后又有活化他们大脑的一个作用。三麦堂表示，布袋戏伫较早无电视电影的时阵，是真受到欢迎的民间娱乐。透过这个展览甲表演，互长辈唔能通看戏，佫会当亲身体验热戏红仔的趣味。这个老大人细汉的时阵，拢足侪人爱看布袋戏，然后因为人一世人拢唔捌耍过布袋戏红仔，所以阮今仔一部分来是要演出互因看。到老热，一部分就是要互这时大人会当耍这布袋戏，人这布袋戏。迄个讲的，佮交流讲，查某讲查某听，查甫讲查甫听，足牛的。除了围炉甲表演以外，嘛佫有人来替长辈整理头毛。嘉义基督教病院表示，这居家服务的老大人，有的身体无方便，有的是中价小巨好，透过活动的举办，希望会当互长辈伫过年前提早感受到闹热的气氛。记者林慧萍嘉义报道。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台湾戏曲艺术节，到今是已经第8届啊！今年会伫咧4月11日起过，而且今年的主题是要互传统戏曲对真正的历史事件出发，结合着戏语充满想象力的情节，创新来呈现传统戏曲。大海无情，世事难料。甲台湾布袋戏甲印尼的南洋音乐结合做伙，拍破国家的边界。这就是真婚林阁掌中剧团的一个皇帝在南洋。
迄出为真实的历史故事改编，突破戏剧甲真实之间的界线，这也是今年台湾戏剧艺术节的主题有改无的精神。我们可以借由演出了解古代或是呢剧中人的想法，但是呢又可以跟自己来做对话。所以不管是穿越，不管是异世界，不管是平行时空，不管是梦境幻境，其实呢都可以在里面得到很特别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看戏的体验。现代剧场舞台剧的元素嘛，结合真实甲戏剧，甲传统戏剧结合。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举办的戏剧艺术节，今年有邀请到台北木鼓剧团、秀琴歌剧团、棉花园戏剧总团，这有名的传统戏剧剧团表演。团艺中心表示，经过届届的剧场经验，发现传统戏剧结合现代元素真受欢迎，通吸引更加侪无共族群的观众入场看戏。我们要做的不是只是把年轻人爱看的戏，我们还得把我们原本喜欢看的这些老观众、老戏迷、铁粉们也要守住。这几年因为戏曲的元素更蓬勃，以及呢跟现代剧场的更融洽、更可以共融，所以呢戏曲的无限可能就越来越多。团艺中心表示，这几年来真侪戏剧艺术节的作品得到国内艺术奖的肯定，甚至是出国表演。这嘛显示台湾的戏剧正在透过创新继续传承。台湾戏剧艺术节今年已经是第8届，拍算自4月11日起办到6月初8。团艺中心鼓励民众入场看戏，感受台湾传统戏剧的创新。记者讲李秀凯在报道。当再来关心各地台气象，北部地区14度至16度。中部地区13度至19度，南部地区15度至21度，东部地区14度至20度，还有外岛地区10度至18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暗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